也没有像那个他们小学校一样用的感情那么深。就算它比较好，或者是比较高级什么之类的，我觉得就是习惯了，我喜欢这个学校，因为那还是不会变。学校充满了你以前的回忆。对。大家好，我是高丽菜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珍珠。大家好，我是杨义奎。欢迎收看这礼拜的社会事件部。用来一啥的？哦，你还买个东西？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。很多好搞，爆炸的。唔嘿，你去甲发个冲爆炸的，做空来挖到迄爆炸，冇迄物解。哦，你下礼拜的主题很多好搞，天的。學校關門咧，學校整件要關門咯。冇唔錯，學校未會關門，竟然就有6間小學本人踩邊睇，現在一下大家都冇叫聲音嚟嘅，啲學期都好，找唔到學生嘅，唔是講學校未愛關起來。有的總頭係現在天災人禍，貴總頭本人國部長都會曬到其他嘅都市去，連先生都曬咗話，學校國部長未愛關門咧。我就遇到較中下嘅總頭，校長也冇條路好做，學生嘅就聽聽爸爸媽媽出外做去都市做事，學校嘅先生比學生嘅行較多。不過現在有學期嘅限制，批見學校嘅學生嘅做唔得跨期來讀書，也未是知道有條些學校就要面對我本人比較嘅懸命。批見學校愛忙解呀。我有睇先生嘅薪水，含個水費天料都會當唔到錢。不過研究嘅學費根本唔拿用，單單嘅錢都係縣市政府出的。不過每啲縣政府冇採條好處，故從2年前開始決定，學生嘅喺個冇33年以上嘅學校就會關門。有的學校可能我本人飛退咧，先生含個學生嘅都夾下下背。那我們被併，這也是一個我們非常困難，也非常我不知如何是好了，因為面臨財政的困難，我們也無法，然後我們也很無奈。是唔過在地嘅村民做得講都係啲日出入背，對佢有當親嘅感情，唔盼你好教就按你冇睇咧。有時候都會有社區的來那個辦活動之類的，在這個之前就有那個在這裡烤肉。從我阿公開始，我的兒子女兒算是第4代，與我這一輩年輕的回籠的很多，所以現在慢慢的就已經開始人數有越來越多了。你背了我們學校，那他的小孩去哪邊讀書？目前有冇人學校就唔見得咧，國民義務教育係為大家成年咧都要學校好讀書，這學校上到愛費也冇愛費呢。看了这个 VCR，你们不会好奇吗？我们一天有1/3的时间是要在学校，而且我们这个又是义务教育，怎么会有学校被废或被并？因为县市和政府的钱变少，一些人口外移的关系。哦，那有一定的标准，多少人少了多少人，或是钱少了多少，学校要被并或被废吗？每个县市都不一样。然后南投县它是如果全校未满20人就会被废并校，台中市则是未满60人就会被并校。那苗栗县是未满30人就会被废并校。那其中苗栗县在104学年度的时候原本有5个学校要被废并校，那因为有2所学校抗争成功，所以剩下3所学校要被废并校。我嚟補充一件事情吼，大家話到義務教育係教育部主管嚟做咩？個人選擇標準冇強弱，因為兩啲都係過重過小嘅，佢哋嘅主導權對地方政府嘅教育求修好，所以將會出現安慰首長。當然，你3隻戰士，你哋關注嘅是下個睇日苗栗嘅狀況。咁我哋看呢個禮拜嘅社會太天窗。啲苗栗公園嘅福地村，現正加裝前冇條路，捐可使到其他嘅蔬菜去，菜店業等等都存在中嘅。福地貴州全校搶存到幾位學生嘅，先生有10個位，故數105方言圖就合併到隔壁村嘅福記貴州。
也後期有5個學生嘅，當日都會對福德村去到福基來投訴，驚到係要參前8點鐘出去等交通差。兩年前嘅阿飛面同車雲啲新嘅學校已從一關嘅，只不過驚到北方嘅先生就看到一個神奇嘅情形。可是他們2位就是剛轉來班上的時候，反而是常常出現在老師辦公桌的旁邊。然後一開始我以為他們會有什麼重要的事情要來問我什麼的，結果也不是，就是他們想跟我分享一些他們在家裡發生一些有趣的事情，這讓我覺得還蠻意外的。其中有一位小朋友，我發現他跟同學相處的經驗比較不足一點，他可能缺乏一些跟同學們互動跟討論的經驗，所以我發現他在班上分組活動的時候會比較安靜一點。因為我不知道要跟他講什麼，會整個桌子面前玩剪刀。在福德的時候，朋友雖然少，可是又覺得在福德可以玩得很快樂，感覺我們覺得不錯，可以聊心事啊什麼的。搬到福基圖書街2年的，佢經常嘅轉到啲福德圖書家下，當日下課全校嘅學生嘅都教叫下，就像係兄弟姊妹樣嘅。今日社會實驗鋪有請一對同學轉到福德國小，一下查5、3年，聽得聽到講唔得，而將家到從來忙些離開也特別樣嘅。也是喺福德國小，喺台灣學校。這邊都是我們教室，一個年級只有1個班，然後這是我以前的教室。現在比較空一點，因為這些東西都被搬去福基了。其實在這裡人少。對啊，比較輕鬆，就是壓力不會像在福基那麼大，因為27個人要拼成績，其實不是很好。然後班上還有菜市場業。那我問你們哦，你們會比較喜歡在福德，還是喜歡在福基念書？比較喜歡福德。我不知道你们2個怎麼看這一段 VC 啊？你們有像他那一種？你看他回到原本的學校，雖然人很少，他一班才2個人，所以他跟那個唯一的同學是很親密的。在大班裡面，你們有這樣的對象嗎？會啊，就是就那一個特別的，可是你也不會一直都是跟他一直玩，就是也沒有像那個他們小學校一樣用的感情那麼深。如果是你在小班裡面，你會覺得你可能會遭遇到什麼？你可能不是很想要面對，或是對你來講是困難、是挑戰的事。對我來說，就感覺很荒涼。可能因為我現在是在大學校的環境，所以一樣就是很多人多很熱鬧。可是假如說我在想說，如果我到一個比較少人的班級去，我可能會覺得就是很孤單，比較沒有那麼多朋友。比方說，剛才看到他們那些同學從原本的學校不得已要到大學要去。你們還有什麼想法嗎？站在他們的角度想，我比較想要少人，可是突然變這麼多人，就會覺得不適應。對，感覺好像就不敢到處去跟同學玩啊什麼之類的。好，假設現在過一陣子就要開學了，現在在休假，學校跟你講，開學之後這間學校就沒有了，要被廢掉了，你們第一個感受是什麼？很煩躁吧，不適應那些那麼大的環境。難過，我可能跟這個學校已經很熟，然後要突然到一個新的環境會很不適應，或者是跟這個學校已經有感情了。就算它比較好，或者是比較高級什麼之類的，我覺得就是習慣了。我喜歡這個學校，因為那學校充滿了你以前的回憶。對。那你們願意付出什麼，或是有什麼做法，你可以來抵抗這件事情嗎？我覺得我們只能跟老師講，因為我們不太有機會去跟到政府這麼大。可能跟老師講一些我想要待這個學校的理由，然後跟他講一些你在學校的一些很珍貴的回憶。我問你哋嘅問題係因為在104學年度，苗栗仍然有5間學校本並冇是廢掉，其實經過大變有2間本保留下來，佢哋就係樣板做到啊，共下來看呢個禮拜社會太現場 Part 2。
苗栗太福乡的新开国小第104方言图有24个同學，每本縣政府連日愛飛教會名單當中。难过，因为这里离我家比较近，而且这里的老师跟风景跟同学都很好，这里的同学会陪伴我们，然后这里的老师也会陪我们一起聊天，给我们快乐。爸爸妈妈有说，如果去别的学校会很不方便，然后车子也不方便，因为这里是乡下，所以要去都市是很远的。土地公可以保佑学校不要废校。安讀同學都唔希望學校唔見停，就連村長和個家長都當激動。因为当初我们听到要废校的时候，也是说变成全村的村民，大家的这很就是比较气愤啊。村民不喊見係認真32年前總係到本丹當當人，只不過學校村嘅山啦，本應強制整出去做個靈潭水庫，但係村民個不將我洗走，也先開國手，將會前往學生嘅。村民和省地的副教委同苗栗縣政府的抗爭，受到當當人的注意。前面總算有34個學生嘅來投訴嘅，學校也唔是廢的。那當然，除了這個以外，我們學校的老師用努力認真的教學來證明說，我們的學校在教育上其實是真的很努力，不是因為老師教不好被廢校。先生決定同新開國小改草稿。有的學生誒知道安尼改變當好。這幾年都有增加很多的額外的英文課，也有請美國的老師幫我們視訊，然後也有增加很多的課程，例如自行車課，還有實農課，然後我都很喜歡，因為可以學到很多特別的東西，別的學校都沒有。可以讓我們體驗農夫的辛苦，然後自己慢慢體驗那種菜的感覺，還有那個成就感。哎呀，你說加油！那最後講這樣，把用筆有沒有？你看我。有的家長就留自家嘅題面壁加分學校，變做為歡喜農場。有閒就嚟教同學用嘅種菜野豆，親自沒有閒卡到嘅互動。唔但止生意呢，當歡喜，家長咪加以安心。我们在这边，几乎学校的每个老师我都认识，我们大家都很聊得来，互相聊聊天。小朋友的该有的学习教育，看哪边我们要再跟他做一个增強的動作，都蠻好溝通的。葉先生係啲大蘭，認真做事，爭啲有新開國小，就同生意呢揾到也嚟讀書，甚至電到較好嘅，未打破為社會教會學生嘅無競爭力的講法。小朋友，你們現在在幹嘛？打布扭杆，做什麼？布置教室。尤其在我们这很偏乡的地方，来自那种低收入户、那种新住民的孩子非常的多，就是我们老师扮演的角色就非常的重要。那像我们现在也看到我们的孩子啊，经过这1、2年这样子的慢慢转型，其实他们慢慢的也发现他们改变了，是发现他们学习越来越主动，他们会自主的去学习，然后他们会更会了解自己，他们会去同理别人，也会去进而会去体贴别人。然后我们就觉得，其实孩子呢，他们真的不一样了。他也去扩及到其他的家长，影响别的家长，然后也让其他的家长觉得，到新开来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我好奇问一下，一样是在上学，刚才新开，它原本是要被废，结果经过努力被保留下来。他们的学校生活里面有没有什么是你们没有体验过，或是吸引你们的地方？食农教育，我们平常就负责吃嘛，然后我们都不知道那些蔬菜来自哪里，我们看到的时候就已经在餐盘里好好的了。我觉得是那个自行车课，竟然能在学校知道那个自行车是怎么骑的，然后它是
怎么玩法，然后让我觉得很惊讶。我们刚才看到哈，新开过小咸咸本肥天个经过，学生的指甲和高的线上，那各种的打表，新开可以保留下来。可是如果有其他这么多，你看不满人数都要被废的学校，他们一定得非这么努力，才能让学校可以继续的保留下来吗？还是现在有什么新的做法了吗？就是现在教育部在9月20日有推出一个全国通用的最新做法，就是说，假如说这学期招生嘛，只要有1个学生要来这间学校读书，他就一定要开班，就是不用被废校。OK， 以上是你上班窗外节目，本身歇滚下，讲会以后来看下礼拜的社会看世界。非常热闹，社会看世界。我们先欢迎下半场加入我们的圈圈。嗨，嗨，圈圈，来，大家都有玩过，对不对？我就不讲解规则了，请看第一题。你们看到什么？谁先跟我讲一下你们看到什么？很多人，没有特别还有数不完，还真的数不完呢哈。可是那是什么东西？我觉得是贴上去的。不能说，不能说。我可以给你们提示，这是哪一个国家？菲律宾吧。很棒，菲律宾在哪里？这里吧。哎，也很棒，哇！今天胸有成竹哦，大家都很厉害哦。有看到什么线索？还有很多箱子啊。箱子？我跟你讲，那是有用的线索。真的，给你看题目你就知道了。两黑奶 V， 如果你觉得是艺文特区，台湾猕猴，你觉得是殡葬园区哦。哎呦，有答案了。根据什么？为什么你觉得是艺文特区？哪里有艺术品？你告诉我。因为我觉得殡葬园区应该不会有这种小朋友在这里，他看起来是在玩就是感觉。你会去墓园玩吗？不会啊。OK， 可是我觉得特别才要解释。对，所以你的答案是，你不要嘴巴讲。我觉得好，你觉得是殡葬园区？那圈圈你的理由是什么？因为那个，因为我觉得黑黑的，然后他们在上面可能是又去祭拜或什么的，也有可能。然后可能觉得这个地方很特别，所以来这边。怎么样？要不要跟大家一样？不要哈。哎，我看一下是什么尺寸，跟你合不合？我要公布答案了，确定哈？5排中立。是吗？确定吗？高小姐。确定了。确定。公布解答，恭喜高小姐。不好意思啦。耶。来，你们看清楚。因为特别的应该也对了。放大，看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。看得出来吗？有没有？粉，这像是一个蜡烛，那个蜡烛，有没有？哦，祭拜的那个东东。哦，然后他们看起来像这边跑跑跳跳，就像你讲的，怎么会有小孩子来玩？可是这确实是他们的墓园，所以他们在这边墓园里面可能是来祭祖的时候，大家可以一边追思祖先，那可是这样不会不尊重，在他们的文化里面可能不会。晚上的时候他们都还在这边哦，不是只有白天哦。你看，从背后看，这里面，你接近了哈，剩2题你就有机会带了。今天天气有点凉，还不错。来，下一个，高小姐加油了，请看。Pretty woman， they are kissing。你觉得跟同性恋有关系？对啊。哎呦，我还没有出题目哎，不要被红橙黄绿的彩虹旗给误导了。请看，照片的重点是。支持同志婚姻，还是讽刺？你们看出来这2个人是谁吗？我觉得右边那个长得有点像川普，有一点像川普。他是谁？不知道。俄罗斯的总统。谁？普廷。所以2个男人在接吻，这看起来在否定2个女人在，他们有接吻啊，他们只是就很靠近而已。可是我还是觉得是，我也觉得同志婚姻。圈圈小姐，这个，哎呦。3个人都一致，理由是什么？因为如果我给你们提示哈，在美国，会不会帮助你？川普是哪一国的总统当选的？美国。所以还是不改答案吗？对，我想一下。不改答案哈。可是我还是来，我把这个翻译给你听好不好 ？My choice， 我的选择 ；My body， 我的身体 ；Nasty woman， 恶心的女人。有帮助吗？有。
我就是我的选择，选择嘛然后恶心的女人就是感觉就是因为同志你的感觉以别人眼中，你会看起来对啊像是恶心的女人。你说如果我是一个同志的话，哦，所以你觉得是同志？最后一次机会，要不要给答案？不要。不要哈，公布解答喽。嗯，哦，好像是你的尺寸了哈。哒啦啦啦，3个人全军覆没。来，我告诉你们哈，因为这是在选前的时候，川普在一场演讲上，他骂他的竞争对手希拉蕊，他骂他是 nasty woman， 骂他是一个恶心的女人，所以这些人其实出来是要支持希拉蕊，对，所以他讽刺，对，哎，这是我的选择，然后故意把自己写成 nasty woman， 对，你看他跟普丁暗示他们关系很好，所以不好意思了，3位，哈哈哈哈，高丽菜准备好了吗？发型希望不要弄乱掉啊！第3题，这有3张图哦。 Service 什么意思？哎，没钱了吗？还是怎样？哎，你看到关键字了哈，这是什么 ATM？Auto Teller Machine， 自动提款机。Out of service， 不提供服务。可是这里是哪里？你觉得这像是什么？劳车吗？我觉得是车子。劳车。劳车，车子，笼子加在一起，就像对，我觉得你们3个讲的都对。然后这是什么？他们应该提款的地方吧。好，那我要出题喽。发生什么事？来，提示来了，哪一国的国旗？印度嘛。很棒。印度。可是我不知道在哪里。在这边，好不好？问题是印度发生了什么事？有一个人很紧张，看得很仔细，那个人叫高丽菜。好，高丽菜，你觉得有什么线索？因为我觉得这一张他们前面这2个女生在笑，哎，对，可是那边看起来，可是其他人又看起来很严肃，就是假如看下面那两张图，我会觉得是银行倒闭，但右上方那个图就会看不懂混淆。那是我们故意安排的，就是要混淆你们啊，哪能让你们这么轻易就猜对？所以你们答案是？我觉得是银行倒闭。OK， 高丽菜。高丽菜，你选好了吗？高丽菜。我也觉得是银行倒闭。OK。我也觉得是。我觉得他们那些是应该是要抗议的，然后可是一些警卫或者政府，然后就是不想让他们抗议，所以强制把他们关起来。哦，所以他们因为银行倒闭了，他去抗议，结果他可能有爆发这个肢体的冲突，所以被关到劳车上。那银行因为倒闭了，当然就没有钱可以领。那为什么他们还要排队？就知道快倒闭了，所以就赶快领，赶快先把钱领出来，不然会 OK 钱就不见了。确定哈？确定。我们恭喜高丽菜！嘿嘿，印度他们颁布了一个新的做法，就是有2个面额的纸钞要作废，大家挤兑，在他被正式宣布作废，就是当天的午夜之前，就赶快把那个钱领出来。那重点在于，为什么印度政府要这么做呢？看来看下部嘅解釋。印度总理彼得大吉唔合法嘅交易，伫天时峰宣布，供电动度价钱付钱的500同1000卢比嘅支票，当日半夜转点过后就冇用嘅。印度人要求将到付款嘅提款机想办法为同样2種支票賭落去，竟然冇按太嘅支票，咪本日亮槍槍嘅。印度社會以下嘅動亂，人民行上街頭抗議，韓本警察嘅拘留。雖然日航政策係被到打擊犯罪，不過同時未開到位動到位強酷人。來，各位可能按照相片，哪一張照片讓你們印象最深刻？這張。為什麼？因為我覺得他看起來跟台灣的墓園不像。哦。就是給他的，我看到他的第一眼印象就是他們好像是在這邊玩的感覺。如果台灣的墓園長這樣子，珍珠熊，你願意去玩嗎？不願意。所以為什麼還是不願意？因為我覺得這樣好像不尊重他們。那個最前面那個黃色衣服小朋友，他竟然敢就踩在上面，就像踩在死人頭上的感覺，就他的家上面。對，就不敬。
因为好像他们是我们的祖先嘛，可是好像我们把它踩在地上一样。嗯哼，那如果不是祖先呢？是别人的墓园呢？还是一样的？对啊，那是别人的祖先啊。OK， 好，我们谢谢3个小欧对于祖先这么的尊重。日常是2礼拜小时间部，欢迎你下周礼拜6，我们的7点半记得准时收听。社会时间部，拜拜。我就说，怎么每次下课有2个人一直跑过来？原本以为他要问问题，想不到其实他们是想要跟老师分享。可见他在原本的生活，上学不是只有学习而已，跟老师分享也是。你们会主动跟老师分享家里或者放假的时候发生的事吗？偶尔吧。你会跟老师分享些什么事？就是假日去哪里玩啊，或者是假日做什么特别有趣的事情。